好来，继续正段消息，来看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，什么时阵要甲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来会面，真受到外界的关切。昨日国民党的关门会议，郑丽文证实，讲访问中国、甲访问美国，拢会伫个顶半年来举行。更加强调讲，这对年底的选举将会大大加分。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戴锡钦今仔日互问到这件代志，是表示讲访问美国应该列为第一优先。咱这个爱台湾的心，希望台湾和平，希望台湾平安。昨天出现伫基南宫参拜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下官讲出对台湾新一年的期待，更加画出国民党要伫执政城市继续拍拼。严格随着国民党副主席萧友琴完成国共论坛，所落个更加将会举办电视会。洪社讲党中央亲中路线也引发着基层的焦虑。两岸的进度，我们只要有进度，一定会主动的跟大家说明。伫公共场合正低调，严格昨国民党立法事务检讨会闭门会议，去互媒体下了，有台中地区的南亚立委烦恼影响年底选举，所以下向郑丽文问电视会的进度。不过，郑丽文叫伊当大家面提问，而且亲自向大家证实，电视会和拜会华府两项行程，拢将会伫今年的顶半年举行。更加讲对年底选举会加真侪分。有南洋立委讲听一个全假着，更加有人讲2026的选战恐惊会落水。大家也不用过度曲解，国民党的对外政策它本来就是平衡的，去北京也一定会去华府。正式郑丽文访问中国甲美国的行程，拢会安排伫顶半年。严格徛伫选举前线，台北市党部主委戴锡钦敢若有无共看法？尤其是现在有关于军购案在立法院，大家还正在讨论当中。我觉得访美可能列为第一优先会比较适当一点。强调应该以访问美国为主，那样党中央每一个决策也拢会牵动到年底选情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